领地区政府严正执法，强调反对派要逼林郑月娥落台并未成功。同时，佫指出，这一寡激进暴力分子幕后拢有反中乱港的势力介入，参像台湾和西方政客。极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他们背后的黑手发出警告：玩火者必自焚。一些西方政客和台湾当局就公然地站在前台，指手画脚。若是中共是毋是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港澳办敢若讲无温存挑战一国两制，并无明确回应。颠倒是广东公安机关伫7月底伫佛山举行下跪大练兵了后，深圳公安局车站嘛伫宝安区海滨广场举行下跪大练兵，集结12000名警力进行演练。上千名知识分子在广场聚集示威，持械冲击。伫暴乱事件处理上，惹事的分子拢穿乌衫、戴安全帽啊，含喙安，形象和香港反送中事件的示威民众高度顶塔，嘛引起外界联想有吓惊的意思。另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港澳办和中联办初7会调集香港地区的人大和政协代表伫深圳开会，内容和香港政策有关系。有料，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和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拢有可能出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反送中是有民众来抗议，也来讲到一个点头咧。伫咧台湾撑起来一个一方水果茶，伊的香港分店是写着讲要甲香港人来行同齐，一个点头休困的声明。不过一方水果茶却伫官方的微信甲微博来发表声明，讲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反对暴力罢工的讲法，也引起了争议。真侪台湾民众也讲无要甲因买啊。总统蔡英文也来表示讲，水果茶掺着政治味就歹味啊。打摕到这杯果子茶，人客就等袂赴随便啉。何况是使用在地食材一方水果茶，强调是台湾在地品牌。不过这届却引起争议，因为有香港分店回应香港三大罢工行动，写休困的声明。不过落尾香港代理商的官方微博说发声明，表示维护一国两制，反对暴力罢工，引起香港、台湾网友的不满。他的老板应该要去想，就是他这样讲，在台湾一定没有混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台湾怎么培养你的？对，尤其是我是在地丰原人，然后我会觉得说来的。香港代理商的官方讲，这是香港临时工的人员家己做的行为，不符合品牌的立场。后尾佫解讲，伊无伫经营米铺的口罩。米铺的声明甲言论甲香港总代理无关系。不过，抵制风声愈来愈大。台湾旗下品牌加盟主嘛讲有可能退出加盟，像讲彰化市大德店的旗下鸡排店，强调讲就算讲是要食土，嘛无愿意失去自由。有这种就是爱台湾这种表现，所以就早上要特地来支持这样子一下。是怎么解除还是怎么样？是不可能继续，但是看怎么解除，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加盟的店头表示，若是台湾总公司无交代，会考虑退出加盟。一方是名列国际品牌官方网站，预计伫香港都有29间分店，另外还有乔治派克、咖比，还有真侪间特色的餐厅。事业版图毋但饮料，还有餐厅。总统蔡英文嘛对争议表示讲无认同。水果茶我们当然是希望天然的最好了哈，但是如果加了政治味就不好了。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台湾真侪间分店拢发声明，强调讲无认同香港代理商发出来的言论。总部的方面嘛伫下晡发声明，第一是强调讲真拍拼伫推销台湾水果茶，第二是遵守品牌无干涉政治的原则。针对这个事件引起大家关心，总部感觉真歹势，无讲到任何敏感的字，希望这场争议赶紧来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要来保护恁知晓，伫咧新北市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在今仔日中昼时阵发生着一名4岁囡仔伫园内耍水，出来渡水险的无开，送病院急救了后，交代也是真危险。不过，在新北市教育局初步的调查，问题是在这个发生的时阵，在场的老师是人数也无够，园内的耍水池啊也是违建，会报公安小组来甲因拆掉。救护车正紧急驶去新北市这间私立的幼儿园，要甲渡水的4岁查某囡仔送去病院来急救。学校第一时间是甲救护员讲，查某囡仔是耍水去砸到，代志发生伫初6早起，查某囡仔伫园区耍水发生意外，叫老师救起来了后，赶紧实施 CPR 急救，在1点外到病院了后，虽然恢复心跳，不过共款是阁有性命危险。
他有求我们带那个游泳圈，还有跟泳衣，然后我想说他是30几年的老学校了，所以我们才很放心，然后想说去配合学校。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的不愿意，也不希望。那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侦查作业都在持续进行中。查某囡仔的妈妈讲到后更低，想袂到甲囡仔送幼儿园佚佗，才第3天就发生意外。其他家长知影消息了后，嘛赶来幼儿园甲囡仔接转去。毋过查某囡仔悬100公分，是安怎熊伫水深60公分的游泳池来渡水。新北市教育局嘛有来勘查，初步了解，迄当阵有15个囡仔落去耍水，3个人伫岸顶，有2个老师伫边仔伫陪。毋过其中1个老师半路离开，互师生的比例变做1比18，无符合中班2比15的规定，会罚3万块，而且毋能远方教学有疏忽，连这个渡水游泳池嘛有违建的状况。原竣工图说上面其实都是空地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户外游戏场都是没有任何构造物的一个状况。那但是现场看到它确实是有一个构造物把它围起来，那这个部分都涉及到一些增建的部分。园方甲当初时规划做户外游戏场的区域，说家己偷偷改做游泳池。新北市公务局表示，民国98年之前就已经是违建，考虑到公共安全，会报请公安小组来拆除。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游览车的事件一再发生，在去年9月开始，国内游览车拢强制爱装 GPS 系统，公路总局会当来监控敢有超时或者是超速的行为。不过，一寡游览车司机认为讲，这是影响到因自识也有运输的问题。今仔透早已经抗议，也甲交通部围起来，协调的过程，这个气氛有影真紧张。超过60台游览车甲交通部规个围起来，业者不满交通部伫蝶浪会事件了后，游览车强制倒 GPS 的政策，即个倒伫驾驶头前仪表板内底 GPS， 而车行甲公路总局伫后台会当看到车敢有超速，或者是敢有去袂当行的路段，考量无你行的时间，塞车超过10点钟嘛会警示。就装在说仪表板里面，它有监控了哪些东西，车速、进行路段等等的东西。包含说还有说影像，这些东西，那无形中也会造成了驾驶人心惶惶。搞不好今天我为了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会不会专心开车？绝对不会。驾驶除了不满去用干扰，嘛认为 GPS 有侦测，袂当用安尼来认定违规，希望讲主管机关停止这种方式伫后台监控。对这个代志，公路总局强调讲，全面到 GPS 了后，游览车驾驶超时工课减要8成，车速无正常减要6成。交通学者嘛认为，营业车到 GPS 是全世界拢伫做。我的了解是，欧美的包括日本，那基本上车辆的 GPS 已经变成一个标准配备，尤其现在极端气候。如果在我们台风、暴雨甚至地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做及时的应变处理。学者建议交通部会当针对驾驶反映的使用困扰，来改善 GPS 通报无正常了后的通知流程。下晡公路总局甲游览车发展协会等相关工会初步达成共识。GPS 上主要是予业者自主管理，执行的时阵应该避免干扰驾驶也是业者。针对游览车管理问题嘛，请工会协会提出意见来参考。今天既然有这个公示在，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开公听会以后，那应该程序还是会走下去。另外，针对游览车业者的诉求，会照客丁车来成立合作社，避免即马乌白挖车行的状况。交通部是表示，过去有请相关单位来召开真济届会议，毋过拢无共识，会继续来收集大家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透早到花莲去视察苏花公路改善的饮水泵坑工程，工程处也当场来试这个泵坑内底夜水系统，也讲到这个苏花公路全改线会当全面通车，是提到明年的正月初5就会当来通车咯。我家也咧想讲，这感觉选举有关系咧。花莲县长徐正伟也讲，对这个中央也来发声，希望苏花公路会当赶紧来个完成。在测试苏花甲工程内长泵坑的夜水系统，行政长苏贞昌到花莲饮水泵坑视察甲慰问工程人员，过压水调一喷，泵坑浮邦邦一片，水量虽然大，不过排水速度也真紧。基本上就是当发生火灾6分钟之后，水雾一定会喷下来。
这是苏花改工程最后一个泵坑，原本按算明年春节完工，即马赶在明年1月5号就应通车，是不是故意优待立赢选情？苏贞昌回应，就是要老百姓有感觉。如果人民因为这样高兴，而且得到利益、得到交通方便，更进一步肯定执政的政府，那么把票投给执政的政府，就非常感谢。苏花改一期工程为自01年动工，分别为苏澳到东澳段、南澳到和平段、河中到大清水段，无被规划路段因为一直发生石头连落甲崩路。花莲县长徐正伟向中央反馈，苏花改应该规段来施工。在完成了这3大段的隧道段以后，是不是中间的4段，无论是苏花改的2期或苏花改的延续，可以继续？大概明年中到底，我们整个可行性研究完成。那政策上这个是延续的，一定会来推动。苏贞昌提醒花莲县政府，苏花改目前已经完成92%，地方上应该赶紧完成公路动线、车站配置、苏花改救灾等需求，提出配套管理措施，期待明年1月5号通车后，将有效控制车流，甲保障人民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刷南来到屏东县，屏东县人口上济时阵有到91万人，目前敢若剩到82万桶尔。县政府今年也用到新的政策，若是迁户口到屏东来食头路，或者是回来到屏东食头路的人，一年要来补助600人，但年逐个月拢有5000块通好摕，不过施行3个月来，申请的人数无到一半。食小姐捌去高雄食头路，为了要照顾许多人，搁等于屏东。拄好屏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好贴心政策，用一档来逐个月津贴5000块，无分业别，鼓励少年人去屏东食头路，互伊感觉住屏东真好。屏东在不管是消费上，或是一些物价水平上，都比其他北部县市都还要低一点。屏东县人口自86年的91万多人，落到去年82万多人，已经减少1成。但是嘉港区也是农业生物园区，常常欠工找无人才。县府希望增加屏东劳动人口，但是推出3个月来600个名额，报名较无300个人。我们看到大中都是在我们的发展的长照跟医疗产业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但事实上，我想我们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加工出口区跟农科也是我们另外非常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向往的一个地方。劳工处分析，申请成功的民众自本伫屏东食头路，嘛因为安尼刷户口的有221个人，对外县市搬来屏东找头路的有30个人，自本就是屏东人回乡就业的有43个人，显示受到政策吸引来到屏东的是最后的迄2项。实施是长期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如果是短期像1年的话，对于要吸引很多人回来，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成效，但是不见得是长久的。和过去高雄市政府办理类似的移居津贴，上近2天就有200多人报名比较起来。劳工处表示，有可能真侪人也唔知屏东欠工，会搁再放另条件，互无道路保的5人以下微型公司的员工买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听阿豪说分明，中美贸易战即马是战未煞，中国和这个人民票来拨破切割。美国认为讲中国伫咧操作汇率，也甲中国来点名做记号。切割时阵，美股也大破，全世界市场拢受到影响。在切落时阵，亚洲市场也去受到啊。初五美股道琼指数涨到767点，创下今年以来单日上大的落后。初六亚股刷了台，东京日经指数开盘就涨到3%。韩国股市、中国的上海、深圳、香港股市嘛拢倒。到中昼尾盘假日，虽然缩小落势，将场又完全面收乌。这波全球市场震动是因为初五中国央行放任人民币汇率变破1美金兑换7块美金人民币的心理关口，创下11冬来的新低点。中国内部一战是实施货币新武器，用贬值来抵消关税的影响。专家分析，未来几季人民币的汇率有可能继续贬值，对美国施压。中国相关企业各暂停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动向美国农民。 7 has always been kind of a psychologically important, and them letting go of that and allowing the yuan to depreciate below that number
I think signals to the world, signals to President Trump, hey, we've had enough, and we're going to use levers of our own. 川普推文批评中国操控汇率，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虽正式将中国列做汇率操控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介入，消除中国安尼做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未来甚至讲有可能实施制裁措施。中美双方顶礼拜才展开贸易谈判，进度不如预期。川普虽宣布9月1日开始，要对总价值差不多3000亿美金的中国输美国产品加征10%关税，这代表中国和美国之间每年交换差不多6600亿美金的商品，用免都已经面临关税。随着中国货币战出手，世界两大经济体拍一档的贸易战，最近要和平结束的希望嘛愈来愈小。有分析师就认为，上紧要等到9月，双方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才会当看到转机。记者综合报道。中美贸易战煞变做是货币战，全世界拢是伫咧惊。美国道琼初五收盘时阵大落767点，就连带着台股早盘就跋超过200点，直接落过年线。好在在盘中盘的趴数无遐大，台股最后是小可落28.66，收伫10394点，成交值是新台币1450亿。股市场内面的电视墙规片青笋笋，股民表情严肃，因为美国威胁对中国家庭进一轮关税了后，北京嘛放任人民币大贬，搁暂停进口美国农产品，造成美国股市延续顶礼拜无力的惊势。初五收盘，四大指数拢重落，道琼工业指数大落700点，也连带影响台北股市开盘较无1分钟就落破年线，大落200多点，是今年以来上大落雨。台湾股市都政府在那边撑盘了。一直在撑盘是没有用的啦，以后还是补跌了。跌升了以后比较缓和它上来，因为只要不融资你就放着嘛。但是盘中第一连代理讲鸿海、优欧冰红，断了大盘，不过继续落。电子类股翻红，起0.14%，金融类股对资本动落超过1.4%，中场敢若落0.73%。但这点嘛，因为接单利多不断，起0.81%。股王代理讲是起0.53%，鸿海是起0.69%。中场台北股市落28.66点，收伫咧10394.74.75点，新高台是台票1450.3亿。大立光它是属于这个最高价的股票，通常外资的持股比重也高，所以这种股票也难免会成为法人外资调节的一个对象。5G 概念的个股呢，这个7月的营收都创下历史新高，今天的股价也相对的强势。美中贸易战未煞，除了引爆全球金融市场不安，亚洲汇市嘛变成重灾区。到伫中国官方放任人民币变破7块大关了后，美国财政部正式宣布将中国列做汇率操控国。到伫消息出来了后，人民币汇价只变回升，台票嘛对人民币行升，收盘是起1.18，收伫咧31.5+1，兑换1块美金。记者综合报道。伫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今年发生一场火灾，规个乌有去啊。不过，这个教堂有一寡建材内底有一种金属盐，也对着这个火灾火夫是四界赢杯，也造成金属污染的问题。环保团体也呼吁政府要把这个教堂附近隆重甲围起来。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伫今年4月份发生火灾，除了珍贵的厝顶甲尖塔去用烧掉，建材当中超过300吨的盐，嘛对营业世界杯，虽望营业已经无啊，因污染的问题煞是无解决。On s'est rendu compte que de nombreux prélèvements faits par les pouvoirs publics en toute discrétion avaient révélé des teneurs très importantes en plomb sur la voirie, sur les trottoirs, dans les jardins publics. Et ces prélèvements n'ont été révélés que le 18 juillet, alors qu'ils ont été faits, à notre demande d'ailleurs, début mai jusqu'à la mi-juin. 盐算是重金属，人体若是长期吸收，可能会造成脑、肝、腰子，还佫有骨头损害，而且会影响神经系统，还佫有消化系统。所以大巴黎区行政首长卡杜最近就决定要暂停圣母院的重建工程，来检查健康预防措施敢是有完备。巴黎市政府嘛宣布，要预防先甲圣母院边2间国校啊关起来，暂停校内活动。政府表示，因即马当地试验一项新的技术。
We will install a sort of cling film all over the site, and after a few days it'll be retrieved, taking with it the lead that was on the structure. The objective is to have a full cleanup of the cathedral without any lead particles falling back on it, and to prevent lead from spreading in the air. 不过环保团体批评这项补救已经太慢啊，因呼吁针对限用的地点全面限制出入。 Nous réclamons un confinement total du site, du chantier, parce que automatiquement l'activité sur ce chantier crée du réenvol des poussières de plomb. 目前来圣无伊的旅客共款嘛是真济，有真侪人拢未感觉讲会有危险。I heard there was lead poisoning, and that's why they're not really letting people get too close. But we're just passing, so hopefully we don't get contaminated. 目前巴黎市政府已经伫当地时间拜二来发表声明，公布因污染的上新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台英国皇家空军喷灰色的战斗机，用到现代科技，可以会当搁再飞起来。伫咧初五打算要对英国开始飞，会要来飞过世界一列。 后个月也会来到台湾，这台战斗机捌伫二次世界大战南征北讨，是英国真有代表性的战斗机。 两位英国飞行员麦特琼斯甲史蒂夫布鲁克斯5号开着这架银色火焰展开驶着世界飞行之旅。银色火焰原本是英国皇家空军一代传奇机种喷火式战斗机，过去曾经伫二战期间不列颠战役中，真侪摆挡着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To reintroduce it to the 30 countries we're going to, of which 26 of them saw the aeroplane fighting during the war. 这台喷火式战机原本已经涂鸦，不过经过14位专家用2年时间修好，将金属机身磨光，保留1943年伫布罗米奇堡制造时的旧设置。两位飞行员进行环球飞行，要创造航空历史，也是为了纪念当年追求自由、反压迫的飞行员的牺牲。因将会飞43000公里，年底进前完成环球任务。In aviation. The finest aircraft ever built was undoubtedly the Spitfire. The shape of the wing, the shape of the plane, everywhere you stand, it is utterly beautiful. 喷火式战机是英国皇家空军1938年获起来的大发动机战机，制造超过2万只。英国皇家空军到即卖依然有现役喷火式战机，编制不列颠战役纪念飞行队，定期伫国家庆典基地开放顶场合进行表演。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台北市长关文哲批评总统蔡英文，伊身躯边的人拢伫咧食钱。总统蔡英文也讲，把握别人袂互家己变生气，也认为讲政治人物发言爱有证据，爱负责任。那访问到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敢唔要来回面这个问题，也表示讲沟通无问题，民进党会团结。 民进党甲时代力量下晡也有见面，也针对着区域立委来达成合作的共识。出席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总统蔡英文宣示海洋民主和永续印太的决心。只是最近，和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身躯边的人拢贪污。蔡英文讲：“我学别人袂互家己变生气。”隔顿讲郭文哲再去无回事咧，敢若认为是失言。蔡英文嘛提起政治人物的发言爱负责。有人说柯文哲市长身边人都贪污，没有拿出证据的话，我相信他也会非常不高兴的了哈。那我们政治人物啊，其实在做。 各种发言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负责任，要有证据啊。8月7日是郭文哲的生日，台湾民众党嘛阻挡。蔡英文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拢核准，嘛希望郭文哲顺利，但是嘛提起莫用情绪来处理问题。说到来面对指控选战，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回国，两个人敢会见面，也是有可能带大配。蔡英文强调，民进党的团结唔免怀疑。 我跟你讲，我们民进党的团结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的组合的出现。民进党即马嘛正下反力，组成抗中保台大联盟。7日下晡，主席杜英泰和时代力量主席柯显智闭门会谈，因为柯显智表明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被批评是看世面，伊嘛声明伫合作进程爱先厘清价值。
我方已提名的选区，而就是说民进党没有提名的选区，或者是说民进党已经提名的选区，而我方没有提名的选区，就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协商过程之中暂不提名。柯显伫会后表示，两个人会谈气氛真好。民进党主席杜英台嘛伫面册表示，一寡政策优先顺序也是实践方法的差别，不应该是这场关键战役之下党和党之间合作的障碍。刷落来时代力量的政策诉求，包括基础正义、转型正义等等，拢会送到民进党团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整一个台湾民众党要来做台湾政党的第三势力，曾经是国会的第三大党亲民党，但也会面对着政党变来崩心的危险。面对这个情形，伊也讲，接落来会来积极提出总统的候选人，或者是找找其他政党来合作。不过，这个学者也分析到郭文哲这个问题，也讲到郭文哲是碰到人才问题。那这个团队无够强，单靠郭文哲个人，民众党可能会真歹累。1995年，伫卫选区新党得到11席立委，台湾政坛开始出现国民两党以外的第三势力，选区有亲民党带领甲时代力量，只不过伫大医选区两票制情形下，小党生存的空间也慢慢减少。2012年，亲民党伫院无分区2席，加上关注民立委1席。2016年，党主席宋楚瑜参选总统带动气势，政党票无分区到3席。时代力量延续太阳花学运气势，政党票破5，摕到5席立委。如今民众党成立，为了将冲击小党选情。等他定调，我们明显的中心价值，如果是跟亲民党一样，那当然大家可以合作。国民党他目前自己也没有自己的母鸡，除非柯文哲跳出来自己选。亲民党当然我们的母鸡，值得期待。亲民党一个寻求有党合作，也无排除自推总统参选人，希望伫2020继续保有声量。不过学者分析，亲民带领势力起落倒顶，政治光谱拢甲蓝绿两党路线部分定大，一向被看做小拿小力。我们民众党想要突破两党，互大家第三种选择，不过选民是不是认同也唔知影。是跟过去的第三势力一个不同点，就是他现在就是选择不跟两大党结盟，而希望能够裂解两大党。如果光靠一个人，其实可能是不够的。他如何有一个好的党，而这个党其实是确实是有人才愿意来，这点我觉得会是他这个党到底能够走多远的一个关键。以前判认为，郭台伫2014年选举中间选民高支持度，是不是应转移到伊所代表政党，或者是推出参选人，将伫大选检验。不过以现阶段来讲，民众党面临人才问题，甲无明确政党路线，确实单靠一个人，拄着选民伫总统大选时，但亦是处选举下，那着归队情形，长久经营要有待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为要掌握农民种植面积，要来做产量的调整，农委会公开招标，要来买会当搁再看搁较清楚的卫生影像。不过出来发现讲，一个得标业者竟然是摕中国卫生所翕的相片来交差，为了卖惹事生非，农委会也表示讲，随甲这厂厂商来解约啊。产销失衡常常出现，为了为生产期导致按不共款作物的栽种面积，农委会农试所公开招标，要解释到比10公尺顶条件较好的高光谱卫生影像。这标案由国内百胜公司以990万得标，不过提供投资的实际上是中国欧比特有限公司，比自己有治安疑虑。它是属于商业用途的卫星影像，它并不涉相关的所谓的外界疑虑的治安的问题。经过加值了以后，我们是在内部里面供我们的系统的人去做这些辅导的参考。中央大学太空甲药测中心也表示，商业卫生不管咱是不是要买，伊经过所在拢会一直翕画面，影像摕到了后，还会经过进一步分析。他没有所谓领空的概念，他经过我的上面，你不准他拍，没有这样的。他要拍，他就是拍这样。他资料收集之后，你到底要得到什么讯息？你要自己去做分析，去做处理。
农委会讲，当初这表示唔知影国内业者应用是中国为青岛主，暗过国标公告顶悬已经明确表示，原产地国别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的奥比特价，解放军合作比赛虽然无涉及治安，暗过事涉中国依然真敏感。农委会也是伫顶个月22号甲厂商解约。那目前开口合约定了以后，并没有开始执行，所以在解约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所谓的违约金的问题。未来标案是不是拜托甲中国有关的单位来投标？农委会表示，即马相关的规范也无完整，会等规范更加清楚，过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民众健康的问题。疾管署今仔日宣布，流行感冒的预防针要撑到11月15才会当来做，这是有史以来上解晚的。这回要来做，也是要分批，头一批就是11月15，对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囡仔以及着医疗人员；第二批是12月初批，这是65岁以上的时代，以及着还未读册囡仔。每年正月初一开始，这是一寡公费对象。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晚了1个月公布流感预防针选址，连带影响全球预防针生产，加强会时间。疾管署宣布，今年世界公费流感预防针要到11月15号才会来做，是有史以来流感预防针上班族的一年。虽然我们在今年5月就已经提前了，完成这个采购，较去年还早了一点，但是目前我们经过这个厂商提供我们的时程，11月中旬到这个12月这个上旬的时候，大概只有90几万剂。疾管署表示，今年预防针供货量无法度提供给公费对象全面来做，会采用分配方式。第一批是11月15号，由国小甲高中学生甲医护人员优先；65岁以上老大人甲学龄前幼儿，第12月8号开始。其他公费对象要等到明年1月。民众外界烦恼防疫伤过慢，专家表示，第一批对象锁定学生甲医护人员等高团部族群，是因为因有效阻断或者是因迟大规模传播，避免严重疫情。事实上，自2009到2010年 H1N1 大流行时，也曾经做过。整个流感在社区里面的流行，就是学生之间互相传染，再传染给家人，家人再传给其他学校，再传给其他学生。要阻断或者是延迟流感高峰的出现的时候呢，以高传播族群为对象。然后到11月中，来自预防针是不是出现防疫空窗？疾管署强调，流感预防针保护效果至少1年以上，而且除了做预防针，还有使用抗病毒的药物，为着要听靠隔离等防疫措施。另外，要常常洗手，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巷仔有影是真正多，不时有车拢会冲出来。交通部预告要来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3条，要将全台湾巷仔骑车开车的速度来调降，从即马时速40要来降到30，按算在今年10月就要来实行。这条是学校附近的巷仔，3不5时拢有奥多摆拄则过，涂骹大大的标示写讲限速30公里。这项规定未来预计会伫全台湾来实施。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3条，会甲全台湾巷仔降速，拄即马每点钟40公里，降到30公里，目标今年10月份开始。汽车都是开车看那个状况啦，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会快一点，有人的有看的就是开得很慢，交通都很安全的。原本是40，这个40哦，对，最好是30。因为巷子很多，很多死角的转弯。民众表示，真欢喜看到限速来保障行人的安全。其实，巷仔内底限速30公里，第4档进前台北市就已经大大咧推送邻里交通改善计划，有社区需要的里长甲交通局来提案，伫较下巷仔也是较外学校的路段标示限速30公里。我们画了速限30，那也是鼓励驾驶者减速之后呢，那他的行车视野或者是大家的这个行车有序、走路有序，那整个里的交通事故，经过我们分析，在107年，它大概可以下降到68%。交通部表示，嘛因为有一部分的县市已经实施，佮加上国际研究指出，限速30公里会当降低事故的致死率，所以预告修法。未来针对还未画车道线、行车方向较下巷仔，全面限速30公里。不过目前修法搁伫咧预告期60天，会继续来收集各方的意见。
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真侪体育的老人，伫台湾有一对拍查甫排球的双生仔，刘宏敏、刘宏杰是拍遍天下无敌手。其中小弟刘宏杰正式加入日本一级职业排球队名古屋的龙犬队。大兄刘宏敏也要加入日本另外一个球队，搁再加上乌狗陈建争，新赛季有3位优秀的台湾选手伫咧日本拍拼。很感动。烦恼无球通拍的阿表总算释放，又或是去上想要去的日本。刘宏杰伫嘉宾记者会上流目屎。其实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去日本，然后直到6月底7月，然后就得到这个消息，就整个就把我救回来的感觉。嘉宾的球队前身是日本联赛的传统强队丰田合成，捌伫2015至2016、2016至2017球季完成2连霸。8月初伊才改名号做名古屋龙犬，因为顶一个赛季才摕到第5名。季後積極補強，球隊也直接講，就是看介意劉宏杰伫網仔頭前的攻守破壞掉。彼は国際経験を台湾代表として多く試合を経験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経験値と、彼の持つ明るいキャラクターっていうのは、我々のチームにとてもいい影響を及ぼす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嘉宾大师规家伙啊，总到位，相时啊，遐个刘宏敏搁专程直播，搁再过2天啊，刘宏敏嘛选考伫日本职业排球要停留的队伍。自细汉做会拍球的兄弟啊，新的赛季会行无共路。一个球队只能有一个亚洲的球员，一个欧洲的球员，那总不可能有2个亚洲球员，就是我们2个，但就是不太可能。那我们也就是没关系，但我们的目标都是在日本。搁再加上已经伫咧日本职业排球的台湾队长陈建争，新的赛季有3名大将伫日本一级联赛拍拼。刘宏杰讲，想袂到讲3个人会同时伫日本拍球，就算分别属于不同款的球队，感觉真无同款，但是拢是咧向更较强的努力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市有一间有酸水池啊、杜厝式甲红鸭墙的游乐园，门票敢若50块尔。不过即马是经营有困难，无款无无也找无志工来斗3工，一个休热若过有可能就要来关起。真侪家长带囡仔欢喜伫耍水，耍水入场敢若需要50块，真俗的收费，或者好好做当班乐园。这座游乐园2013年伫高雄搬来屏东，当初时的成立是希望提供予偏向弱势家庭的儿童来使用，而且伫佚佗当中来学习。不过即马来乐园真大的空间，煞四界拢无人，因为伫募款有限的状况之下，游乐园可能敢若营运到9月。应该要多参与，因为这种公益团体对小朋友来讲是很有帮助的，而且我们如果能拨一点时间出来协助一下，那会更好。游乐园的负责人表示，2012年伫高雄成立的当班乐园是用保障囡仔游戏权做宗旨，不过因为收的钱真俗，去用检举违反公平竞争，园区内底设施嘛超工去用破坏，还有志工去用掉，28有正百的志工，目前敢若剩2个尔。我们决定7月1份开始，谢绝海外捐款。那我们就开始想说，台湾人的小孩子应该由台湾人来照顾。但是遗憾的一点，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接受到2笔比较大，所以我们7月份能够渡过去，但是8月份我们就渡不了。希望讲游乐园会当继续去营运，负责人甲各管区发声，各地拢有真侪网仔馆，但是会当提供出来，就会当予更较侪囡仔无经济负担的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旧历7月初7，也是囡仔人的守护神七娘妈的生日。伫较早伫即天会甲囡仔来做节日，也会拜七娘妈，囡仔也会对七娘妈顶下骹软过去。查甫讲发出招无强，查某出宝者，代表囡仔也来当大人成年啊。伫金门有一位老师傅董成真来传承七娘妈亭的好手艺，希望将这个文化继续流传落去。咱台湾的传统纸糊功夫有影顶港有名声，
下港有出名，才会囡仔遐囡仔仔当认真伫咧顾七娘亭，甲伊的爸爸妈妈做伙学其中的美感。因为刚好有看到这个活动，然后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以前都是跟妈妈那个拜拜的时候有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因为现在好像小孩子比较没有接触，想说就是带他们一起来体验。专门做七娘亭的老师傅董成真伫咧现场传承伊的手艺，也替囡仔的作品顺头看尾。咱教因讲了，对少一项头先大，啊一项砍一项落，伊带会砍落会水啊。旧历7月初7，也就是人讲的七娘妈生，伫咧这一天，厝内底若是有未成年的囡仔，这家长就拢会去找七娘妈来做囡仔的客母。等到16岁，这查甫的就会出招母姜，啊查某的就会出婆姐，意思就是囡仔已经成人啦。我们会用那个胭脂花，就是紫茉莉来做那个千里麻灰。那千里麻衣、千里麻酒，因为这边它保存的比较传统，也有一些在地化的因素，所以我们地区属于家庭跟我们儿女的这个节日里面，七娘亭它是有它传递的一些内涵。虽然这阵市面有真侪现成的七娘亭会使买，不过透过 DIY， 大人囡仔深入了解这项流传200年的信仰，也将家己做的七娘亭献给七娘妈，望伊会使保庇囝儿逝世，拢平安熬大汉。记者综合报道。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囝儿孙仔大家出头天。为了推广婚林试当出产的米，试当农会也招在地80位阿嬷来教大家安怎切碗粿，以及着蒜头饭安怎拌才会好食，也结合到乡内的稻仔比赛，被选出品质上介好的试当米来参加全国赛，要让众人知影讲，好食的米试当也有。甲试当生产的菜来米先磨做米浆，搁放入碗内底，用火吹半点钟。逐碗碗粿拢是用在地食材做的好食料理，搁有用试当的蒜头先片芳，最后敲入去白米内底，甲蒜头饭底伫冰淇淋的饼壳仔里，用创意料理来推广试当好米。米嘛真好，哦，咱这试当米足好，啊，搁蒜头搁足香的，啊，炒起来安尼好，较是好食。9号跟11号的这个品种的特色，就是一 Q。有黏哦，所以咱夹起来的时候刚好包覆住整个这个蒜头的香气，让你的口齿里面都留香。为着要推广在地好米，市东农会初6早起邀请80个阿嬷做伙来做怀念的碗粿料理，对米浆到炊粿呈现阿嬷的料理记忆。另外嘛结合乡内稻仔比赛，要选出市东乡上好的米，代表市东参加全国赛。食饭当然就包括伊的香味。伊的讲粘性，伊的甜度，伊的规整体的讲迄个评分，这就是咱的米的。市东农会表示，市东因露水溪水压产，食物性格特别好。过去农会嘛办超过10届稻仔品质比赛，真侪农民拢会来参加。今年特别用创意的蒜头饭来打响名号，未来嘛规划市啊来卖物件，要让更较侪人食到优质的市东好米。记者综合报道。洪泰特别近晚台湾来看气象预报，领到免操烦。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5度。未来3天的天气。节目最后也带恁来到意大利行行看看，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日时间咱再会。
平阳元宵的吸菇是为着什么原因呢 ？A 是求囡仔 ，B 也是求渔民丰收 ，C 是求健康长寿。当然是，我是认为是希望会当追求长寿甲健康。我跟你讲啊，你若讲这鱼菇呀，咱是唔知啦。啊，你若讲到虾菇，我讲互你听吼。不是，拜到拜是暗时8点，恭喜台语台，全家有智慧。台湾的文化本来就是水的，唔是迄个粗粗俗俗的，是过去互人无重视。其实咱家己都爱会当认捌咱家己的文化，啊有看重，有珍惜，大家爱当作是要紧的代志，然后做伙去推动。啊，大家有要紧，啊家己有看重啊，通世界你若有你家己的特色，就唔免惊人无看到你。每礼拜一、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你汉草袂歹哦，好过关。恁再有一个新来，各5000块。李帅，我一世人，就讲要带你一个。你，啊，无你做是啥？你别换迄个潘啦。嘿，你真正要讲赢输？你两拍死，都是你。拄则还佫有听到小米啦，你好。小米啦，什么来点点拢无声。遐尼好打，我敢唔当入去啊？啊？为了我即马放假营啊，若是看下手，我马当做啊。飞机，得应个啦。恁拄则感觉头壳震一下。每礼拜六暗时9点，鼓励，请准时收看。安尼，逐工拢咧整理你的物件，啊，你规间晓了了。我客气，我钱哪会无去咧？拢一直怀疑讲我家己摕伊的钱呢。好啦，我知影你要讲我的歹话啦，我来外口